新一代嘅 Stellar M22 水光瞳 Optic Light AES 係醫療級嘅 IPL 儀器，同時擁有眼科同埋皮膚科嘅雙重 FDA 認證。呢部新機唔單止有效解決皮膚老化同埋色斑問題，仲可以改善泛紅敏感、紅印同暗瘡問題。而濾光鏡片咧，由舊機 Stellar M22 嘅9塊升級到現時嘅10塊。而新增嘅 Optic Light 濾光鏡片咧，配合新加嘅眼部專用治療探頭，幫助改善黑眼圈、眼紋、眼乾，甚至增加眼淚水嘅分泌都做得到啊！另一個全新功能咧就係 Low Level Laser Therapy (LLLT) 低強度干療法。以往啲皮膚敏感到連常規 M22 或者褪紅激光都唔可以打嘅皮膚咧，都可以用呢個 LLLT 做細胞修復療法。新機配置全新嘅升級軟件系統，由 Stellar 版本升級到現時嘅 Optic Light 版本，無論喺皮膚或者眼部方面咧，療效精準度都大大提升。最重要係呢部機有個更進階嘅 AOPT 模式打法，呢個就打 M22 嘅精髓啊！ AOPT 模式咧就係專為每個人度身訂造療程參數嘅打法，真正做到個人化嘅需要嘅。呢個打法就係我之前經常講嘅自家研發技術。當然呢一種打法咧係必須要專業嘅光學專才先識操作嘅，而坊間好多中心其實用緊原廠預先設定嘅一式一樣治療參數打法。呢一種咧唔係個人化嘅打法。喺 M22 未興起之前咧，我哋 Lumis 已經用緊舊款嘅 M22 AOPT 模式打法㗎啦。就連 M22 原廠最近都出咗個新聞稿啊，話我哋係喺市場上極少懂得運用呢種 AOPT 模式打法技術中心啊。唔知係咪我哋操作 M22 非常出色原因啊？所以今次 M22 原廠 Lumis 破天荒委任我哋成為全港唯一獨家第9代 M22 Stellar 水光瞳嘅療程指定中心啊！如果大家想試呢部新機，暫時全港淨係得我哋 Lumis 有得做嘅啫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隨時歡迎聯絡我哋。